国际扶轮3、4、7控地区的嘉里扶轮车，为了青少年伫暑假期间行出户外，从事正当的休闲活动，结合侪有社、嘉里分局以及嘉里区体育会，9日上午伫嘉里区体育公园举办反道反皮车3对3篮球比赛，鼓励囡仔健康娱乐，远离毒品等不良的危害。嘉里扶轮社它的传统就办了这个青春有爱反毒反飙车的一个活动最主要鼓励年轻的同学们能够有好的习惯，不要染毒，不要飙车，做一个好的年轻人，还有呢，做一个未来国家的栋梁。我们一组非常重视青少年的正向的休闲活动，所以今天我们在宣导。结合赞助厂商有嘉里分局长来帮我们做治安、做反诈骗、反毒的宣导。合作单位之一的嘉里分局也特别伫现场办理反诈骗、反毒的宣导，鼓励青少年培养正当的休闲活动，避免误入歧途。在暑假期间，因为在校的学生比较没有课业的压力，所以我们会举办一些3对3的篮球比赛活动，让青少年有一个正当的休闲活动，才不会误入歧途。所以我们这边要呼吁我们青少年朋友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去接触毒品，也不要听从这个诈骗集团的指示去当车手。除了篮球比赛，华裔扶轮社也发起号召办理嘉里区偏乡弱势学童学习关怀计划，得到嘉里扶轮社、新营东区扶轮社、客家扶轮社、梦时代扶轮社共同响应，合力捐出10万块。华裔扶轮社更是加码5万块，采购12组的太鼓。送予台南市国乐协会作为偏乡学童练习用途。今天的活动不仅是嘉里扶轮社来办，还有华裔扶轮社、学甲扶轮社、梦时代扶轮社，还有嘉里扶轮社内轮会共同来赞助营役这个太鼓乐团。一个活动，偏乡与弱势的小朋友在放学之后，可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学习的机会，所以就发起这个计划，希望有老师的教导，让孩子在下课之余可以学习鼓乐，然后一方面可以建立他们的自信与信心，然后我觉得一份小小的力量可以成为孩子的动力。这场结合篮球比赛甲公益捐赠的活动。不只让青少年在运动当中远离毒品甲危险行为，也透过音乐教育，为偏乡囡仔带来更加侪梦想甲希望。国际扶轮3、4、7控地区各个有社，希望借由持续关怀甲资源的投入，和健康正面的力量在社会中传达，为后一代打造更加健康正向的成长环境。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